2021年全国芳蜜的评鉴菜线顶评审，台中5车有一个市芳的小农，伊的零景蜜今年连续第12年摕到头顶奖，伊的奶汁蜜今年嘛第一届摕下头等奖，真厉害哦！两个项目拢摕到头奖。 芳箱内面的芳是飞来飞去，市芳青年蔡明颖虽然少年，抑过真老练，甲因兄继承老爸事业第3代啊。伫这个5车市芳真有成就。今年全国芳蜜的评鉴，更加以零景蜜连续摕到12年的头顶奖，头一届奶汁蜜的评鉴嘛得到头顶奖。 第2个奖项拢得奖，真无简单。这2位兄妹还有家族的辛苦的成果，我想也分享给大家。科长颁奖真好青龙，除了恭喜以外，嘛感谢因继续发展5车在地市芳的产业。虽然今年收成比旧年较好，不过依然是着可花欠水的原因，采收量无啥够，蜜的品质同款好，不过数量是愈来愈少，增加因的成本。 像去年的话，寒害也蛮严重的，温度的话降到大概6度左右。毕业后，其实也有出去先尝试一些其他工作，是因为看到就是爸爸妈妈太忙这样。 这间市芳场经营20多年啊，蜜的品质真稳定。当年的评鉴拢通过抗生素、甲农药残留的检验，也有 QR code 标章，让这个消费者会使了解生产的源头。业者嘛希望讲，好民众会使知影讲，海线嘛会使出产品质优良的芳蜜，继续替在地产品推广甲营销。